熬夜路，加把你的去做道理。就说班头才用得这么你都做，把你的带着去多着，多很多人。就说在领多，啊，在你做，在你到底讲了，就说我姐都准备包子了，这包这路，摸个包正好做了啥？就说我拿了，在你的啥？家兄妹，咱个有个多很大好的呢，个不包的不跟帮着出刀了是吧？有时候吧你带，个不包骨头了，再领这都怎么弄？要就再切，多去找了。要你的找好了他的，中你家的事。说帮需要，你个公爸多点了，给新年呢，公爸不都吃多啊？说同学，他们搞不把气了，才讲个这么好事。用，要你头晒公车，家兄妹，刀哥，靠谱了。哇，带，你呢？没年了，说同学，他们了。好，首先不我，去大厨吧，你我了。你老师把你带，别忙星期多，别忙了，有领导。中了，我都冒个泡，有种事，阿爷说，叫么都不好。然后你怎么做？我个不知道怎么出人好听。助理，你们怎么站出来？多不见了给梦。你说，领导人到，有人这门头的。哇，你大爷，你都打牌给我那去？家兄妹，搞这么就干，大陆共和都打骨头了，弄了早这么多了。哎呀，做，我现在只要把你大爷，钱不但满着了，钱又给了手。你说，我老山上，咱就又给了。哦，又给了，我打又给了。把你大爷又给了，这么多年都搞好，咋个都搞保护？那有多点呀？哈哈哈，公老师也公对啊吧？领导么个包的更也不理性，哈哈哈，要跟，就是要点莫不能靠在地上手用给了，哈哈哈哈。